但是三个乌白塔塔做一堆，高雄一间宝贝动物店用果子的纸鸭仔当做人仔，甲狗仔寄互新北的主人。内底若无通风，规个所在真矮，我都翻身，含水都无。主人收到了，去甲丢卡当地，就甲动物保护团体来投诉。 包裹内拍开一看，竟然是一只白色的狗仔囝，但是详细看，外表是用一般装水果的纸箱仔，顶悬阁有需要冷冻的字。这只狗仔囝对高雄运到新北市，无水甲食的物件，嘛无法度洗身。任何一个人看到，恐惊拢真歹接受。饲的主人去甲来投诉动保团体，它的坚固度不够，而且呢，业者也没有给 应该有的饮水。按照国际动物管理办法来看，宝贝动物的篮仔爱下当防止逃走，至少要有2面以上的通风口，爱用真勇健的材料，需要下当活身、徛咧也是倒落去。这个标准纸箱仔根本都无去过。它的便便尿尿就会跟这个纸箱，通通都会糊在一起。我们有包装好，如果造成困扰，就是跟你们说声道歉。业者先留心哦，动保机关接到通报了后，表示已经来伫调查。 使用所谓的有空调的载运车载送这只动物去台北。那据了解，那说后续我们就是这只宠物进入到台北，基本上是健康是正常的。看卖啊，关伫这个下井的空间，对高雄运到台北，经过将近10点钟，难保后一摆袂有动物受伤。虽然动保单位最后因为这只狗仔无受伤，无来开罚，但嘛是有开出坑倒单。希望后一摆莫阁用纸箱仔，避免真正有动物伫咧运送过程内底受到任何的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